在运动比赛当中，裁判的地位真关键嘛，真重要。不过，即马咱机关的学校负责裁判的裁判费，计少是20档，拢无调整过。亲像关市级别比赛，一工才800块尔，比基本工资也搁较少。 一场球赛，唔但爱有优秀的球员，嘛要有专业认真的裁判。但是，伫机关学校的运动竞赛裁判，照国家支付数级表，国家级比赛裁判一工1000块，县市级比赛只有800块。知名棒球裁判就话讲，安尼互人无热情，继续做落去。今天我是一个国家 A 级裁判，国际棒垒球总会的裁判，但我们每一场执法的费用跟刚实习完的 C 级裁判基本上也是一样的。 而且若拄着落雨，就连工钱拢无，无讲的比赛制服装备等等拢爱家己买，工钱少搁爱倒贴。老百姓讲，因为安尼，罕少有新人愿意来加入。22即天有立委参与做伙开记者会，指出这个费用已经20档无调整，应该参考物价指数甲基本工时调整较合理。就是各机关学校在用的数额表部分哈，可以参照本属补助裁判费的费用800到1500，那就是调整成1000到1600，就是我们就希望就是说让裁判的支给标准具有一致性。 行政院临时处讲，这数级表是照早前军公教人员所加领的钱所定出来的，会参考育部来做检讨。另外，还有机关学校对于高支付的本地工作者，工钱同款嘛正低，一般个一日结无7加勤。主计总处嘛表示会做修正。记者陈亚不离台北采访报道。